年滿60歲或以上嘅人士可以輕鬆申請樂悠卡，盡享搭車優惠。請大家留意以下透過八達通 App 申請樂悠卡嘅簡單步驟。申請人除咗可以喺多個指定地點索取申請表格外，仲可以喺 App Store、Google Play 同埋 App Gallery 下載八達通 App， 然後透過八達通 App 申請樂悠卡。首先進入八達通 App， 喺八達通 App 主頁面嘅焦點服務部分，按申請樂悠卡。合資格申請人必須年滿60歲並持有香港身份證。申請時記得細閱申請須知，準備香港身份證正本同埋數碼彩色護照證件相片，並同意有關條款及細則。之後按下一步，按開始並按照指示掃描你嘅香港身份證。請將身份證放喺一張白紙上面進行掃描。記住將身份證放喺橙色框架內，移動手機直至框架嘅4個邊框轉為綠色。如果身份證圖像太暗、太光、有陰影、反光、背景為深色，或因拍攝時手震導致影像模糊，咁就要按重新拍攝、重新掃描。如果冇問題，就按確定。由於部分個人資料係由你嘅香港身份證提取，記得要查看並確保輸入嘅內容同你香港身份證上顯示嘅資料相同。如有任何錯漏，請按修改並重新輸入正確資料。如果資料正確，就按確定，然後輸入香港通訊地址。記得提供正確及完整嘅地址，否則樂悠卡申請就算獲批，亦無法寄去你嘅通訊地址。完成後按下一步，跟住輸入手提電話號碼用嚟接收短信。請留意，八達通卡有限公司係唔會用短信要求申請人提交任何費用。完成後按下一步，之後按中間嘅圖像，以上傳一張彩色護照證件相片。請留意拍攝指引及要求。如果相片背景唔係白色或純淺色，將不被接納。你可按選擇相片，選擇預先儲存喺手機內嘅相片，然後上傳，或按拍攝相片，直接用手機拍攝彩色護照證件相片。記得將相嘅背景要係白色或純淺色，並喺6個月內拍攝。選擇或拍攝相片後，請將相片調整及放大，直至頭像部分置於橙色框架內。調整完成後，按完成。留意相片有特定規格，唔係張相都可以用。如果圖像唔符合規格，例如相片唔係至中、太暗、太光，唔係大頭相片，背景唔係白色或純淺色，太舊、有陰影、太細或唔清楚，就要重新上載相片。提交申請前，請核對所有申請資料，確保你所提供嘅中英文名同你香港身份證上嘅資料相同，郵寄地址亦係正確同完整。如發現錯誤，就按修改更改資料。確認資料冇錯後，按下一步。成功遞交申請後，你會獲發申請參考編號。記得要記低申請參考編號，以方便日後通訊及查詢。如果你喺申請時已提供正確嘅資料同埋文件，樂悠卡會喺4個星期內郵寄去你嘅通訊地址。你亦會收到提示短信，到時候記得留意你嘅郵箱。第一次申請樂悠卡無需收費，收到卡後，你只需喺而家可以增值八達通嘅地點增值就可以使用。提提你，因為呢張樂悠卡同普通八達通一樣，需繳付50蚊可退還按金，所以喺第一次增值時，記得要增值多過50蚊先好用。將於3個月內滿60歲人士，可即時申請樂悠卡。收到樂悠卡後，增值完就可以即刻使用。如果想知更多相關詳情，請瀏覽樂悠卡網頁 www.loyoka.hk。
octopus.com.hk/JOYYOU 或致電熱線22662222。